好，拄则咱听到就是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同款嘛是在点上新，继续要来关心69个武汉的台商，伫台中隔离2礼拜。今日透早坐专车来到潮尾转运站，也搁有高铁台中站，上专车了后，准备要倒转去。现场详细情形，赶紧联系记者陈彦仪来带咱了解。彦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在台中呢，则有69个人遭到隔离。一早呢，也是由游览车载出来。早上6点分3台游览车，主要路线有2条，一是朝马的国光转运站，一是5日高铁，另外一台则是两边都跑。大家呢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还有人带着小孩，可以回家了，每个人都很开心。对于政府也都表达感谢之意，还有人喊着台湾的空气很新鲜。被问到是否有特权才可以搭班机，他们都说没有这回事。他们说这班飞机是有很多特权，有吗？还是说你们没有，我们就是登记填表，我们就出来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多的，真的是我们很自然的，他告诉我们哪一区找谁报名就填表，就这么简单。就是他会叫我们填写资料，然后填写完，我也是当天蛮晚才收到消息的。有没有动关系我就不知道，至少我是没有了。另外呢，也有人拿出手机秀出这几天吃的菜色，说生活起居都不错。虽然返家之后呢，还需要健康自主管理，并且建议出门戴口罩，但是卫生局强调他们现在都很健康。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我们将镜头交换台北棚内。多谢言语，另外来关心台南的嘉义一个20岁查某囡仔叫做花淑珍，这个月新的测试经过小三通为厦门返来到台湾，照规定爱伫厝内隔离，结果昨昏强联络袂到，区公所人员去因兜找伊，伊嘛无伫厝咧。经过通报了后，决定要来公布伊的名。事后调查发觉到这个查某囡仔家己大主大意上北到新竹找朋友，卫生局的人赶紧上北去找伊，甲伊冻发15万。来看拄则的访问。晚上呢，大概就已经找到了这一位这个个案哈。那回到大概清晨的这个立定哈，就是有第2次的这个回归的话呢，会送这个检疫所哈。那这一位呢是只有第1次，那采纳的标准呢是1到15万因为他这个故意呢失踪哈。经过这么多的能力，还有劳到大家的这个关心哈，引起社会的这个混乱呢，我们也接受这个市长的指示呢，会从重量刑。以上报告。晚上呢，大概就已经找到了这一位这个个案哈。那回到大概清晨的这个立定哈，就是有第2次的这个。回归的话呢，会送这个检疫所哈。那这一位呢是只有第1次，那采纳的标准呢是1到15万因为他这个故意呢失踪哈经过这么多的能力，还有劳到大家的这个关心哈引起社会的这个混乱呢，我们也接受这个市长的指示呢，会从重量刑。以上报告。好，另外这方面上新的现场，赶紧要来关心外交部即马上新的记者会内容。正式成为一个合作方，所以 GCTF 已经正式从台美之间的一个合作关系扩大成台美日3边的一个合作平台那因为武汉新冠状病毒疫情的持续扩大，所以我们在今年原定3月份会举办的 GCTF 的这个研习营，可能要延到6月份来举行。未来在4月份举办的，目前也暂时延期到7月份举行。主要是因为在接洽相关国家的讲师以及参训学员的方面，一直没有办法获得这个确认。也就是说，为了不要影响我们举办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相关的合作方就决定要暂时的延期。那有关于刚才您提到的台美经贸谈判的未来的这个进展，当然，您也提到 TIFA 是我们一项努力的目标。我们也希望说今年能够有机会恢复 TIFA 的高阶会谈。当然，即便高阶会谈能不能够举办，我们还是在 TIFA 的架构下，
持续的跟美方来讨论相关的贸易议题。举例来说，去年的12月，美国商务部主管全球市场的助理部长 Ian Stead 就访问台湾，那我们也针对 TIFA 的相关的议题有做深入的交换意见。再来就是去年的4月份，是美国的国务院主管商业及经贸及商业局的副驻青David Milley， 他也访问台湾，当然也针对我们双边的经贸交流、经贸议题做交换意见。所以我们是持续的透过各个管道、各个平台来针对双方的经贸议题来做一个意见的交换，来寻求这解决的方案。我们当然会持续的在推动。以上，谢谢。是。其他的社会消息，先来关心台北市万家发生一件车祸，一只奥多麦向弄红灯，直直驶出去到车路，弄到一只轿车了后，一个详细看，奥多麦顶面煞无人，到底是安怎？机关藏伫仓库，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林明阳。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画面上，汽车乖乖行驶在车道上，但到了十字路口，突然左方一辆机车直直冲了过来，猛力撞上行驶中的白色轿车，机车瞬间被弹飞，重摔在地，还翻转了3圈才停下来。但仔细一瞧，这机车上根本没人。放慢速度再看一次，机车从路口突然冲上马路，而机车骑士就在左方的人行道上还跪倒在地，看起来是想要阻止机车爆冲。而离奇车祸究竟怎么发生？17号中午，在万华区的艋舺大道上，这台机车因为不明原因突然冲出来，骑士一时控制不住机车，整台车就这么冲了出去，并撞上了直行的无辜轿车。但幸好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而详细事故原因，警方还要再调查厘清，并追究机车骑士的相关责任。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资讯，将时间交还给棚内。多谢明阳。另外，这方面来看到，咱咧讲偷掠假嘛，得了100米。新店有一个查某囡仔来到这间芳店探点完，一个无注意，准啊甲假顶的芳，甲伊钻入去伊的袋仔内底，结果当场监视器拢看见天。详细情形，赶紧连线记者林新佑带咱了解。新佑。是主播，我们看到画面上面这一名女子走进面包店，拿起托盘和夹子，大家都以为她要来买面包，不过一眨眼，她直接伸手把架上2个面包塞进手上的购物袋。接着店员出现了，没发现女子来店里偷面包，还热心的为她介绍商品，殊不知面包贼就在身边。听完店员的介绍，女子做事夹了几个面包，又趁店员不注意的时候放下夹子，再偷1个面包。事后女子还跟店员有说有笑，最后女子要去柜台结账，不过她的行动还没结束，就在店员来到柜台之前，抓紧时间伸出右手再偷1个面包，悄悄的塞进购物袋。女子总共偷了4个面包，但是完全没有被店员发现。事后店员清点面包数量，才发现面包被偷了。店家气得把监视器画面 PO 上网，也指出这名女子偷得这么顺手，很有可能是惯窃。店家也提醒同业一定要多加注意这一名窃盗。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好，多谢记者林新佑，继续特别来关心外交部跟主席上新的记者会现场。是他们最新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跟大家的说明有关于这个各国的这个防疫的这个措施等等，其实我们外交部也是不断的更新，也是大家记得都知道，我们是随时跟大家做说明，跟随时跟大家做报告的哦。那有关于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委员，我们完全理解委员他们提出来。那当然委员他在14号的时候询问的，我们是我们回复给他14号是根据当天2月14号。我们当时有的一个资料，那在2月15号的时候呢，外交部已经接获新的我们驻南非代表处报回来，他们再去竞洽的资料，所以15号呢，我们获得新的资料以后呢，也再一次跟这个委员做了一个说明哦。目前我们已经将这个最新的这个相关的资料了，跟委员已经送到委员的办公室，也透过电话跟他办公室联系了。那当然，这个对委员的垂询哦，我们目前在洽时间，我们亲自的来跟他们做一个报告。
那这是对周委员的部分。那对温委员的部分，因为他是比较晚的，我们是之后才他是16号问的，所以他16号问的，我们当然就是根据15号有最新的一个情资最新的一个来跟他这个报告。那对2位委员，我想他们的一个垂询，我们还会再安排亲自的来这个由我们的同仁到他们的办公室来当面的来做报告来做说明那所以就是说跟大家报告的各国的疫情都是随时不断更新的，所以我们也是滚动式的检讨。我想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不是说外交部没有掌握，或者是我们状况或者什么，是因为各国不断的在更新，所以我们也不断的在更新，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不好？那关于摩里西斯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我就刚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是15号的时候是接到我们驻南非的代表处他们再去竞洽摩里西斯的一个政府那他们获告这个摩里西斯政府呢，他们有开会有决定要根据要参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们的定义呢，来禁止是针对全球所有的国家。就是所有各国的外籍人士呢，只要你14天之内你到过中国、香港跟澳门还有台湾旅居过，或是你定居过在这上述4个地方的所有的各国的外籍人士，都一律禁止进入摩里西斯。所以摩里西斯这一个禁令不是针对我国的国籍，也不是因为我们国籍或是我们护照的考量，而是他们认定的一个疫区。就是过去14天在上述的4个地方的全世界各国的人都不可以进去。所以呢，换言之就是说，如果我们台湾的人拿我们的中华民国台湾的护照，只要你过去14天你是从第3地，就是我从其他国家进入，或是你待过其他国家，你一样可以拿我们的护照，一样可以进入。所以这东西它的一个禁令不是针对国籍来特别排斥台湾人，而是它是针对他认定的这个疫区，对过去14天到过这地方的人都不可以，全世界各国都不可以进入摩里西斯，好不好？我想这是第2点澄清说明，这很重要。所以这个基于疫区认定，跟他是不是基于国籍来这个排除我国籍人士，这个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好吧？我想这个说明上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所以呢，现在目前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民拿我们的护照，所以你14天你停留在其他第3个地方，你同样可以进去。那实际上入境是怎么样呢？现在目前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南非代表处实地的查报呢，我国的渔船，尤其是远洋级的渔船，目前还是可以入港，还是可以登入摩里西斯了。这是根据南非代表处以及我们驻摩里西斯的渔业的专员他们的一个查证的一个报告所以就是说他们现在把这个航空飞航跟这个渔业船只基本上是做分开的一个处理，因为每个国家状况都不一样。那当然针对这个把我们列为这个疫区视同中国、香港跟澳门同样列为疫区这一部分，我们无法认同，我们也表达我们高度不满跟以及表达抗议过了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外交部之前已经这个训令，我们也持续的请我们驻南非的代表处要持续跟摩里西斯政府进行交涉，来说明第一个，我们跟中国不是同一个疫区我们的疫情的防疫基本上是效果是很好的，我们这个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这个疫区的这个社区的这个感染，我们现在是有效的一个控制，有效的一个管控，所以台湾的疫情是管控是很 OK 的，所以不能够因为 WHO 那个疫情报告的分类，因为 WHO 我们当然知道它是非常政治的，把我们归类在下面，受到这个报告的这个影响，我们实际上有数据，我们有告诉他我们的防疫的这个成果，都一个一个以科学的数据来跟这个摩里西斯政府做一个竞洽，所以这是我们持续会做的。所以我们要求呢，摩里西斯要去更正他这个错误，把我们归纳在所谓跟中国同样疫区的一个这个错误的一个决定那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尽速由他去跟这个AITA 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国际航空的运输协会，跟他去更正他相关的这个错误的这个资讯那这个我想我们这一次除了对摩里西斯我们表达我们的高度不满以外，我想这个问题的根源造成很多国家国际社会上的一个误解跟一个混淆，还是在于 WHO 它的那个疫情报告，因为它现在的疫情报告大家去看最新的，还是把我们列在中国项下，还是把台湾列在中国的疫区，所以其他国家当它要做一些防疫措施的时候，它很容易就去参考 WHO 的一个这个疫情报告，所以就很容易混淆，把台湾归纳
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疫区的一部分。那这个是我们不断的一直透过外管。通电外管，要请他们跟所有驻地国家一再要澄清、再说明的。因为我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一样，我们不受中国的这个管辖，台湾不是中国的疫区，我们的这个对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控制是非常良好的。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持续的来做说明，也呼吁 WHO 要基于专业跟基于中立呢，不要被政治绑架。不要将政治凌驾人类健康之上，要摆脱中国方面的一个无理的一个主张，要根据科学的一个认定来认定台湾并不是属于中国疫区的事实。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摩里西斯，我想我就做一个通盘的一个回应，好吧？我知道大家很多人都很关切。中天完以后那个先中天我刚刚讲，然后完以后我们台视的秉仪，好不好？然后最后对。发言人您好，我是中天问轩，想问一下，目前包机最新进度有传出，在明天的时候，驻日代表会驻日人员会到横滨港的，然后确认一些旅客的上机的事宜。那其实，在下午5点，是不是有确定华航会抵达羽田机场，以及7点就起飞回到台湾？那目前其实厚生劳动省好像有让21名台湾的旅客要回来，那21名是不是不包含确诊的3名？那是不是含船员？那想问一下细节。好，很好，好，谢谢。我们现在跳到日本的这个钻石公主号上了哦。好，那有关于这个我们这个跟日本方面的相关的这个交涉，我想我们一直很持续积极的跟日方还有跟钻石公主号面的这个船公司啊，我们持续的积极的交涉当中，也保持密切的联系。那为了照顾这个船上的国人呢，我们的驻日本管处的同仁呢，也加入了这个船上由台湾人他们组成的有一个 LINE 的一个群组，所以能够让我们驻外管处能够随时充分掌握出这个在这个有需要的台湾的旅客，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需要，希望来转达。那我们这边都帮他做一个转达，也提供相关必要的这个协助哦。那有关于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说这个包机载回这个我国人的这个旅客的这个事情哦，那我方都还是在跟日方积极的交涉当中哦。那基于台湾跟日本方面的一个互信，以及基于外交惯例呢，所有交涉过程的这个相关事项呢，很抱歉，我们都一律不对外说明哦。我们要等到一个很具体的结果，在双方都认为适当的时机之下呢，我们就会统一的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这个说明。谢谢。好，来先秉仪好，然后再婷婷。刚刚有提到说，就是钻石公主号的这些台湾人可能要透过包机的方式回来，那因为现在可能还有人被隔离，那现在是我们要连隔离的人一起都透过包机的方式送回，还是说他们在那边当地隔离完之后再送回来？好，谢谢秉，我知道大家也都很关心哦。我们相关的这个国人之前在钻石公主号的这个确诊的，已经送到有相关的这个医院哦。但是 again， 就像刚刚提到了，所有跟日本有关于包机这个承载我国人的旅客回到台湾的事情，目前仍然在跟这个日方做积极的一个交涉，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协商。所以呢，所有关于包机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目前基于对跟台日双方的互信呢，还有这个外交惯例，在交涉过程当中，我们一律不对外再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谢谢大家的谅解，谢谢。TVBS 婷婷。我还是要问钻石公主号的事情。好，咱拄则听到就是外交部发言人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特别赶紧继续来关心，瓦克在日本菲律宾港外泉州公主号游船确定病例变较侪，日本搁再发生到社区感染的疫情。咱驻日本的代表这个谢中庭昨主持紧急应变小组会议，拢总有4项的指示。假使若是牵涉到台湾防疫的事务，代表处一定会全力配合咱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决定。根据了解，驻日本的代表处已经和日本方面来协调来打合，明仔载透早就会去到菲律宾大溪码头来处理船客落船的手续。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戴新美来才能了解。新美。好，主播各位观众，钻石公主号疫情持续扩大。驻日代表谢长廷前几天在脸书发文提到说，这些台湾籍的旅客如果回来的时候不希望再被隔离而引发争议。那么事实上，原本昨天谢长廷是要召开记者会，亲自对外说明包机的相关事宜，但临时取消，改成用书面的方式。那么在昨天的时候，谢长廷也召开了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的紧急应变小组会议，并且亲自担任召集人，同时下达4项指示，最主要
要是因为认为说涉及到国内防疫事务，那么驻日代表处会全力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各项决策。那么根据了解，驻日代表处已经和日本方面协调安排捷运车辆和检疫人员证照查验人员，19号一早就会到横滨大黑码头处理船客离船手续，配合日本后劳审检疫手续，预定在21名台籍船客下船前做最后的检疫。那么目前向日本空港管理单位提出的申请文件显示，华航包机预定下午5点抵达羽田机场，经过地勤人员做过检查加油后，预定晚上7点起飞。台籍船客在这2个小时时间内就要完成通关出国手续登机。至于台北方面，将会有几位检疫人员随机以及机组人员的人数，并且机内的防护措施等都还在协商中，尤其是机舱内的隔离空间、机组人员的防护指导，都有航空公司加紧脚步准备中。以上就是为你掌握的最新资讯。其他社会消息来关心，计程车运将都要特别注意，因为台南市有一个查某囡仔利用人面册加一个运将的赖，甲对方讲，因为伊发生车祸，我都出门，请伊到三港买芳买卫生用品，含一组成主文好的产品。运将真好心，拢总开1635块送到对方讲的地址，这市电铃煞无人来应，才知讲原来互人变去，嘛提醒其他的运将唔通好心互雷金。你们用这种诈骗很不可取啊！客人车运将 Keep Up， 因为伊的好心，互诈骗集团利用，互伊感觉实在有够恶质的。就是这个查某人透过来甲伊联络，运将讲正月初3的时阵，捌伫人面册铺信息讲，希望会当加邮一寡行李，想袂到就变作诈骗集团的目标。同业证实过，确实有这一种情形，我才想说好不然就帮忙一下这样，因为毕竟没有很远啦。16号暗时8点外，查某人先为人面册加运将的来，刷落传信息讲，家己因为出车祸脚无方便，加上边无朋友会当到三港，想要请运将替伊买炸布较香，佮讲会补贴车钱100块。伫介绍进前，查某人佮互伊一组号码条，讲是有订代销的商品。司机按照对方的指示，介绍的时阵开1635块。毋过伊甲物件送去到查某人指定的地址的时阵，启门铃煞无人甲应门。说我问店家那是什么？他跟我说那个是那个游戏点数的条码啊，我说那能退吗？他说那个刷过去就不能退了。即马物件已经买落去啊，煞找无人，司机敢若会当算家己较衰。另外嘛，甲对话铺起咧网络，提醒其他运将爱注意，莫互诈骗集团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惊互人骗去，这是南投市福光路，是小头国道3号重要的车路。这站啊，因为当咧做工程的关系，限速为本来40 km 落到20 km。民众讲，一个无细力度的超速，嘛经替警察袂输乌坑互人跳。落尾南投的警察赶紧出面看冤枉，讲负责的单位是高工局，高工局落尾手嘛赶紧甲超速翕相机刷走。这敢有可能开20？无可能，绝对40、50几年。嘿啊，真正有够限。民众拢讲伤过限啊，因为南投市福光路有部分的路段时速袂当超过20公里。啊，就骑铁马就好啊，用行的就好啊。伤限嘛。系啊。民众足无奈，这个路段是连去国道3号重要的一条路。最近因为在做国道高架桥补强的工程，做工程路段的时速对原本的40公里降做20公里，等于是减一半。油门一个打落去就会超速啊！民众拢讲警察实在是欠钱欠真多，将民众当作是银行，但是警察嘛画冤枉。这个福冈路交流下来的一个平面道路施工的部分的话，不属于我们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前者是属于高工局的主要是靠近我们目前国道3号桥梁因应那个内政补强的施工啊，那有临近工区。限速的部分是因为在工区内的话是限速20，那地方道路的话，它的速限是不变的。看到民众一直咧海村，这支时速20公里的告示牌啊，最近无去啊，意思就是民众同款会使以40公里为限来经过这个路段。但是高工局嘛提醒民众，经过施工的区域嘛是要减速，驶较慢咧，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视新闻独家镜头来关心买一个喙烟买到冤家路济。昨昏早起时，台北市艋舺一寡民众伫咧西药房头前排队，准备要来买喙烟。结果一个查某人敢若有啉烧酒，排队大家无耐性，阵啊冲入去西药房，骂歹听话。警察接到报案，一个来到现场，伊阁继续对警察大声咧。在场的人拢唔知讲这声到底是啥物情形。
怎样？离开了啦！怎样？怎样什么啦？怎样？在凶什么啦？一个查某人伫咧药局门口，甲警方来咧起冤家，甚至对着警察的面一直咧骂。警察怎样啊？你要想什么？你要吵我？你把我们同仁干什么？边的朋友看到，赶紧来劝，无想到这个查某人却是愈骂愈大声，佮讲要来告这个警察。要告就告，好不好？知道啊，我已经很乖了。很乖，很乖，会那么大声，很乖会这样。是安那火气哪会遐尼大？好奇怪，我不能排吗？等一下，那这样你们就不对了。我排口罩不可，我从上个礼拜排到现在不行。原来就是因为排队买喙罨，读7号早起10点外，伫咧台北市万华这间药局，大批民众伫咧门口排队。但这个查某人可能是因为有啉酒，加上排队排甲起亚先，竟然就冲入去药局内底来咧起翻，讲家己大概来拢买无喙罨，对着药师一直咧骂，就连接到报案来到现场的警察，也嘛互伊骂惨落。请问你检查我喝酒有错吗？我哪有乱？是他们讲我乱，我有乱。这个查某人闹了将近半点钟，一直到最后总算是买到喙罨，才肯离开。药局嘛真无奈，无愿意来追究。毕竟即马健保第一的药局卖喙罨根本都无利润，干那希望伫咧全面防疫的期间，排队的民众会当加一点体谅，火气莫遐尼大。记者综合报道。确实有影防疫袂当落错，嘛袂使有空芳。头一线桃园机场会当讲真顶真，因为昨下知影机场检疫站站到2个旅客，一个是为奥克纳瓦，一个是为纽约倒转来到台湾，拢是咧香港转机。因为扫无爽快，就爱伫咧厝内隔离14天。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来替防疫人员加油赞声，讲现主席上界重要就是避免社区的人做飞机袂着。旅客爱到健康证明书通过审核才会当入境。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为着守护国家的大门，桃园机场唔敢无定真。为琉球登来台湾的旅客，一个家嫂就互航警要求爱量体温，所以爱踮伫厝内检疫。另外，这个学生为纽约出发，伫香港转机登来台湾，嘛因为家嫂直接互带去采检站，登去了后，共款14天袂当出门。咳嗽而已。哈，那今天从哪里回来？可能每次都这么严嘛。我这次不好，身体不好，感冒。要甲疫情病毒挡伫外口，桃园机场的检疫各升级。入境的旅客唔管国籍，有发烧或者是气管有问题，经过医师判断爱检验的，就拢送去验。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哈，尤其是在第一线，所以特别来感谢他们。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昨下晡嘛去机场视察，因为国内出现武汉肺炎死亡的病例，虽然中央讲是社区感染的个案，不过对隔离检疫的政策嘛是会要求更加严格。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其实就是在预防所谓的社区感染或者是社区传播。疑似的病例回来，那隔离或者是检疫，他就不会传染给他的家人，或者是传染到社区。隔离检疫袂当凊彩，面对外界烦恼的社区感染，相关的单位拢真认真咧做，要互武汉肺炎的疫情袂失去控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台湾一寡主管，若是唔去惊无头路，若要去嘛无法度，想要转来到台湾做事。人民银行上新的调查就发觉讲，伫咧围路暝前一天，武汉封城进前，无想要去中国做事的人，算有5成遮尔济。若是武汉封城了后，想要倒转来到台湾的比例增加到6成外。上新的统计资料，即嘛有7成的人无想去中国做事，特别是观光业抑个服务业。武汉肺炎疫情冲击，有袂少原本伫咧中国做工课的台湾人，拢暂停开工，也佫有伫咧过年进前就转来台湾的人，即马归期无想要转去啊，打算留伫咧台湾找头路。12月中就回台湾了，原本在大陆那边是做那种就是教育的旅游业，大陆旅游业是停摆的，所以其实如果我还留在那的话，就是等于是失业中。我在台湾已经找到新的工作，就原本就没有预计要回去了。如果说有一些可能是真的很害怕，然后有短时间内他需要有收入的，然后他可能就基本上有可能就转职走。袂当转去，或者是无想要转去的台湾人，到底有偌济？根据人力银行统计，伫咧小年夜进前，也就是武汉封城进前，伫咧中国做工课的台湾人，要找唔是伫咧中国的工课比例大约是49%，武汉封
封城以后，要找工课比例来到61%，元宵节前一天甚至达到70%。这内底阁有90%以上的台湾人拢想要回来台湾，只有少数的人想要去东南亚发展。大陆因为疫情不是很明朗，再加上很多台干也重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我想这个趋势是很明显。以地区来看，伫咧北京想要转籍的台湾人，年后都有超过80%的人无想要搁踮伫咧中国。上海、福建的人想要回来台湾的比例嘛，拢超过70%，但是就惊回来台湾薪水较歹讲。服务业的冲击比较大，好，那我想这样子的现象可能短期也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想这样子的这些台湾的人才，他如果回到台湾来的话，那因为这方面人才台湾其实是比较过剩，势必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一样，薪水可能会有1.2倍、1.3倍。当地银行嘛观察到，参像是法律、会计、顾问、研发这些产业，是台湾人回来台湾以后想要应征的产业，因为较有专业性，薪水嘛较会当维持水准。过来是一般服务甲批发产业排伫咧第2，接落来则是一般制造甲电子相关的产业。伫咧过年以后转职，拄着疫情的影响，嘛意外互台湾人才留回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虽望武汉肺炎吞大，也毋过咱台湾同款需要外国劳工。最近这1-2个月，刚刚伫咧台中市、到位越南、泰国这些国家，拢总1200外的外国劳工来到台湾。一寡工厂的业者即嘛烦恼讲，万不利若是无控制好势，万不利引起到工厂大家做伙为着，安尼代志就大条。劳工局嘛特别为了这件代志，较接来宣导。有蛮多的雇主会担心的，他会先要求移工先在家里自主管理，先隔离个大概14天左右才让他上班的，也是有。肺炎疫情继续伫烧，嘛互未少需要外籍移工的业者真烦恼，敢会将病毒带入来？根据资料统计，这个月台中市新引进的外籍移工对越南、菲律宾、泰国和印尼大约1200个人，因为大部分拢是去工厂上班，就惊会引起工厂的感染，有未少的头家拢真烦恼。如果发生的那些现象，我们会第一个会先送医院筛检这样子。若是新来外籍劳工出现发烧，或者是身体不爽快，就要随去看医生，而且要按照规定来通报。主管机关会加强防疫管理办法。针对新入国通报的移工，台中市政府劳工局都会主动做关怀辅导访视。除了加强健康的关怀，宣导过来洗手嘞，尤其是休假出入公共场所，都要注意个人的卫生管理，有特别来印各种建议的宣导卡片，提醒这外籍劳工。移工朋友和一般民众其实都是一样的，如果有接获居家检疫或者是居家隔离的通知的话，那雇主是不得拒绝的。头家无配合相关的政策，期限内底无改善，就会按照就服法第57条第9款来罚6万到30万块，甚至2年以内未当再来申请外籍的移工。因为疫情的潜伏期无排除会超过14天，台中市劳工局针对新入的外籍移工提高健康管理的管制，就惊一个无注意变做防疫的破口。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上新的政治消息。无党籍立法委员鲍坤奇申请回国国民党的党籍，引起到国民党党内有人反对。像讲前秘书长金宝聪昨昏就呼吁党中央爱赶紧动点，伊阁甲歹听话讲伫头前，讲国民党若是做唔对的决定，就会付出代价。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怡勇来传来了解。怡勇。好，主播带你关注一下呢，对于无党籍立委傅崑萁的恢复国民党党籍案，原本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在国民党中央这边会有一个考纪会的会议要来处理这个案子，但是呢，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却临时取消了。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呢，考纪会的委员呢，似乎这个出席人数不达标准，那也被认为呢是由马戏人马来介入，因为呢，最近频频呢在出席的公开场合，甚至也都把炮口对准傅崑萁的，就是呢这个前秘书长金溥聪了。而金溥聪呢最近其实呢他今天也在上了广播节目，甚至呢他也形容了傅崑萁，他认为呢傅崑萁是趁着国民党体弱的时候，这个病毒来入侵。来听听看他怎么说。我自己担任过党务，我就可以看到中间可能带来潜在的这个对国民党，尤其在年轻人当中造成的这个形象的损害哈。所以我们会出来疾呼，就是说你应该等新任的党主席，而不是在这个看守时期趁虚而入。我觉得是不是马戏出手，那金溥聪会出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清楚。
这应该也不是我在这边公开去讲说是马戏出手，但是我想在参与政治的人都知道，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一直在说上一代的一个竞争，上一代你们的任何恩怨，真的请你们停止，放下国民党。好，可以听到呢，其实党内有部分人士呢是认为尤其这个青壮派呢是一致站出来，认为呢现在应该经补充不应该要把这个炮口对内，认为呢应该要把大刀一致的对外。那此外呢，其实今天呢这个考纪会没有来开会，也被认为呢似乎是马戏人马来介入，因为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出席的人数呢大部分呢都是被认为是马戏的人马。那以上目前现场就情形，现场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议员，赶紧过来关心上新的画面。这2天因为寒流落南，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沙漠基步道为昨尾仔开始落雪。今日早起时7点钟，佫开始落雪米啊，规个看过白四煞，实在真迷人。现场详细情形，赶紧连线记者廖奕婷来带咱了解。奕婷。是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太平山上的树枝、步道还有地面都已经结了霜，还有雾凇，一整片的银白雪景，犹如北国梦幻仙境，是非常的壮观。从7点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有在下一些冰线但是水汽还不是说很充足，所以没有比较大的雪花啦但是三毛榉步道的终点，昨天晚上应该是有飘了一点雪到目前为止那个松紧都还没有融化掉。寒流来袭，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17号傍晚到18号凌晨，气温是来到了零下2度，雾凇、结霜、冰线是接连的报道，山毛榉步道呢变成了一片雪白。山庄人员研判，这应该是今年的第1场瑞雪。另外，因为路面没有结冰，游乐区没有管制，依然是6点准时开园，提醒想要上山观赏美景的民众要注意保暖了。以上是现场最新状况，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多谢疫情，我有世界大代志来关心。南韩西南部一条高速公路昨发生严重的车祸，拢总30多架汽车伫咧磅空内底烧弄，其中一架化学车载18000入的硝酸，并且规台车倒起来，规个磅空内底拢全有毒的气体。上少这件意外引起到3个人不幸无命，也有43个人受重伤。消防单位拢总派81架消防组车，也有200外的消防人员来救人。根据了解，在地半暝强强落大雪，因为路真淡也佫真骨，引起到这件车祸事故。详细原因佫需要相关的单位进一步来调查。休困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来关心，这是荷兰有2个机会到中国去验病例，一个潜伏期有34天，另外一个有94天。还是复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过礼拜一日。最近中国武汉肺炎疫情这乱，防疫的工作都要好好来敲切一下。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里就是敲切的敲，这里敲都有调整稍微的意思，像咱讲伊啊小敲一下。另外骨头万不离去拽到，你咧古早就会请拳头师小敲一下，叫做敲骨。嘛有讨论也有参详的意思，像讲大家敢敲好势啊？要带大家做过来小解2个词，带大家做过来看到头一个就是敲线，这个意思就是搬线甲物件线叮当，像讲甲桌啊椅啊来敲线位。第2个词敲切，这个意思就是参详打合，计划要安怎来做。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甲做伙。比如讲阿公足够欠算，为着要敲线大厅的桌啊，要线位倒一边，都爱含算命先的豆豆来敲切。
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桥提供给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山东一个查甫，隔离10天了后，才确定获得中国武汉肺炎。荷兰信阳新冠嘛有2件无正常的病例，其中一个是34天，一个是94天的潜伏期。唔知讲到底是为倒位互人画着，确定画着了后，嘛互人真烦恼讲，这个潜伏期的空芳遮尔啊久。荷兰新冠也阁有规个住伫咧乌北的人，含去过乌北含旅游的人接触过。本地拢爱隔离14天，即马线延长到隔离21天。荷兰新冠出现2个真特别的病例，其中一个确诊的姓吴的查甫人，将会就是为武汉登去28号住院隔离，头尾做3届核酸检测，前2届拢是阴性，第3届则是阳性，也就是讲为伊住院到确诊时间有19天，为离开武汉到确诊时间更加是有34天。现在就是说，已经是出来以后回家，还是要就再继续观察一下。新冠另外一个确诊的姓林的查甫人，阮踪期嘛同款真久，因为去年11月14去因丈人因兜住，才过为武汉回来的丈人。不过丈人30号过身了后，姓林的查甫人也是继续住伫丈人因兜。这段时间有出门3届，一直到今年2月12才出现发烧的镜头，为伊照顾丈人到确诊，头尾有94天。说是这个常见是14天，对吧？但是有些他害怕不太走稳了嘛。小连续2个病例，稳踪期拢足长的，传染源阁无清楚，恐惊会互防疫变价更加硬斗。荷兰新冠政府嘛唔敢凊彩，规定有伫乌北大过去佚佗过、到接触过遐的人的民众，伫厝内隔离的时间拢爱调整到21天。隔离14天，隔离时间呢没法定，然后14天回去之后呢，这个患者呢，他说就是没有再接触过别人。那荷兰山东日照市嘛有一个查甫人，捌伫正月20接触过确诊的病人，落尾开始隔离观察。2月初4隔离结束，本来想讲会当放心啊，想袂到过10天了后，这个查甫人嘛开始咧加烧发烧，尾也伫15号确诊。因兜另外4个人嘛拢互画着病毒真歹验出来，稳踪期嘛愈来愈长。无症头的患者四界拍走，嘛互疫情真歹控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全世界确定画到的病例拢总7万外件。有医生根据美国即马上新的研究，发觉到武汉肺炎和食薰有关系，因为拢是需要用到细胞蛋白质叫做 ACE2， 当做一个信号器，传入去咱人的身躯内底。食薰的人若是画到武汉肺炎，得到动镜头机会会比一般正常的人更较悬。就算讲即马这项研究也被刊伫咧期刊来发表，也毋过咱台湾胸腔科医生认为讲，这个研究的可信度真悬，嘛提醒民众，古早人讲头一讲食薰分风，较莫食薰，较无代志。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来食这间古早味40年的老滋味，传承到老爸炒花枝的技术。台式复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需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喜欢的话就应该告白啊！所以你遇到喜欢的男生都会主动表白？如果对方很迟钝的话。迟钝？好浪漫哦！他们2个人，求求我也想环岛。我睡觉的时候，你看到的。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
做代志，旁的是一个动画，咱相唱舞的是一条生命，只要恁做三步一天。食饭时间手落菜来食板桥，这间老店哥炒飞机店的飞机，40年前为塞车开始卖起，第二代接手的是一对兄弟仔，继续传承老爸传承落来手路功夫。逐工透早来到台北市中央市场采工飞机，都爱甲飞机摕好冰了后，再过来替飞机掠零，互飞机会当搁较脆。为着要互人客食到飞机本身的青甜，飞机拢无过粉，插特别汤头，也搁有醋汁，啉起来这个汤头酸味酸味，有无共的气味。蒜头葱仔番姜啊，落鼎用大火甲煸芳。头家廖国务伊下料真拍手，肥壮装个大网地的飞机，阿沙里搁甲掺落去。用猛火落去快炒，安尼芳香香的芳味就随出来。豆油、米酒、盐甲糖，这个芡料一项都袂当减。上重要的是掺这个特制的醋汁，唔那爱甲鼎芳开甲逼出来。落鼎的时阵，还佫有真侪面角拢爱张除。一定不能直接这样淋上去，这样淋上去觉得不好吃，一定要从锅边呛。这其实就是厨师以前讲呛锅，就是把那个呛那个味道出来。对，它不是直接淋上去。看伊的汤头袂起甲高滑滑，简单小可甲牵干尔，安尼才袂粉起伤济，原味煞去互走去。也若讲要互飞机食到会扣身，安尼火就爱搁甲吹落去。这时候它在滚的时候，其实也是让火在花枝又再一次的紧绷起来。若想要互汤头青甜，也搁有这项武器。甲大蠓贝高丽菜掺入去鸡汤内底，袂当甲煮伤久，安尼才会当维持高丽菜脆脆的口感。这路8人份至10人份的炒飞机，对落鼎煸芳到起鼎，拢总要搁免3分钟。像我自身，委员会的预算没有到。看哦，生炒花枝现炒来咯。青炒飞机安尼烧烫烫甲芳上倒，会使讲是大盘搁满钱。毋管是迄落较脆 Q 的飞机尾饰，也是迄落厚嘟嘟的飞机中壳，Q 身叮当大着会安尼旋旋叫的飞机头，安尼甲炒一半，飞机规分数所有的部分拢食会到。嘛，因为无过粉，就较会当食出自然的青甜，搁倒搭即落青甜带酸气的汤头，真侪顾客一个食掉嘴都几落10年。我在这一家大概吃了有20几年，从他爸爸就是说，他爸在煮的时候，我就来常常那边吃了，然后吃到他第2代来接班。那唯一让我很开心就是说，他完全没有一个走味，他还是就是他爸爸当初那个原味。梁基约我伫个40年前，老爸为着要饲一家大细，伫花西街甲老师傅来学手艺，才来到邦桥摆摊咧卖炒飞机。也许那时候就是可能吃的东西也不多，然后那边就是那时候刚刚工地又很多，所以很多蓝领阶级就是想说吃一碗花枝，然后就来，然后那时候爸爸没多久就很红。就伫个廖国务18岁的时阵，因老爸煞雄雄破病做仙去啊，兄弟2个人对这个雄雄来的打击，嘛是提起精神继续拍拼，小敬小天，甲老爸招牌甲顾好势。爸爸那么辛苦啦，对，然后这种东西，我后来也是家逢巨变，然后爸爸突然离开这样，然后就是说我回来接这个事业，然后把这个美食传承下去，毕竟是爸爸一手辛苦创业下来的。因2个人传承老爸手艺甲精神，互因的青炒飞机来成做有在地特色的好食面，还佫入去百货公司的美食街，伫这一碗一碗鸡汤内底，有食食客上熟悉的乡里好滋味，嘛有一份因兄弟仔对老爸这落深深的笑脸。记者综合报道。台视复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
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发。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发，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可是喜欢的话就应该告白啊。所以你遇到喜欢的男生都会主动表白。如果对方很迟钝的话。迟钝？好浪漫哦，他们两个人，秋天我也想环岛。我睡在的时候，你看到的。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大人做代志，行是一个动画，咱相唱无是一条生命。只要恁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谁啊？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四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那上面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你没有亲过嘴，对不对？我就好像是吃了一颗草莓，整个都好甜，好甜。我看吼，这个人做主跳顶起，那介绍是变那几廿倍。你要当当兵，李亚天可以帮你；要谈恋爱，李亚天可以帮你。你只要他就好啦，根本就不需要我啊。每周6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一起唱，奖金一起抢！直播互动零时差，周周准备40万奖金送给你，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发。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发，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喜欢的话就应该告白啊。所以你遇到喜欢的男生都会主动表白。如果对方很迟钝的话。迟钝？好浪漫哦，他们两个人，秋天我也想环岛。我睡在的时候，你看到的。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大人做代志，行是一个动画，咱相唱无是一条生命。只要恁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谁啊？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四月望雨》。宇宙冒险，
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那什么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你没有亲过嘴，对不对？我就好像是吃了一颗草莓，整个都好甜，好甜。我看吼，这间做主跳跳登去，那介绍是冰了几啊倍。你要当当机，连雅婷可以帮你；你要谈恋爱，连雅婷也可以帮你。你只要有他就好啦，根本就不需要我啊。每周六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一起唱，奖金一起抢！直播互动零时差，周周准备40万奖金送给你，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这2天啊，伫咧瑞士一场跑马比赛。比赛所在是咧一个已经结冰的湖顶面，拢总车1万外的人来遮欣赏。新闻上尾带大家免来到现场，就会当看得到这场比赛。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等下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